酥皮蛋撻竟然可以做出380層酥皮，當中有咩秘訣呢？絲襪奶茶又要點樣沖先至夠香滑？要做出菠蘿油上面嗰層鬆脆嘅皮，又點解同師傅嘅刀工有關呢？今集會揭示港式下午茶嘅誘人魅力。大半日嘢咁辛苦，你話如果可以揾翻個地方嘆翻個下午茶，話係咪人生一大快事咧？下午茶其實起源於19世紀英國嘅上流社會，傳到香港之後，已經成為香港重要嘅飲食文化同埋生活習慣之一。到咗3點3，大家都不約而同會去到茶餐廳或者係快餐店下午茶。Annie 廖安麗亦係一位熱愛下午茶嘅香港人。而家啲下午茶餐咧，真係有好多唔同嘅選擇㗎。細細地嘅 portion 咧，對於我嚟講就更加好啦。譬如真係就咁食個菠蘿包啊，食件蛋撻啊，或者食一份三文治啊，仲要我中意係 grill 咗嗰隻咧，即係烘咗嗰隻咧，咁我哋已經覺得好滿足啦。下午茶美食包羅萬有。甜嘅、鹹嘅、包點、小食，梗有一款你中意。不過大部分嘅下午茶美食都源自西方嘅食物，全靠我哋本地廚師嘅創意無限，將西式食品改變成為符合港人口味嘅特色美食，盡顯我哋港式嘅烹調智慧。一杯奶茶加一件包點，帶俾我哋平民化嘅享受。要數下午茶嘅包點，菠蘿油可以稱得上係王牌啦。菠蘿油嘅賣相層次分明，上面有金黃色嘅外皮，香甜鬆脆，中間結實嘅牛油慢慢融化，配搭軟熟嘅麵包，一啖有齊鬆香軟嫩幾種口感。呢種人間美食究竟有啲咩食的秘密呢？你睇呢個脆皮面，又香又甜又鬆脆噃，就呢啲粒粒突突嗰啲咁嘅爆裂紋咧，係咪成個菠蘿咁啊？唔怪之得咧叫菠蘿包啦。仲有啊，我知道咧，原來要做得成呢一個咁嘅爆裂嘅紋咧，原來係要一啲好特別嘅材料㗎。做菠蘿皮嘅材料包括低筋麵粉、雞蛋、臭粉、泡打粉、梳打粉，加上奶粉搓成嘅。而菠蘿皮爆裂嘅關鍵，原來就係呢啲臭粉。臭粉亦都即係食用阿摩尼亞，係常用嘅膨脹劑，特性係喺高溫之下先至會開始產生化學作用，急劇膨脹，做出鬆脆嘅爆裂脆皮啊！不過仲要厚薄均勻，先至可以令到菠蘿皮脆而不硬。首先我哋會撳扁佢啦，因為行喺呢度扁，佢出到嚟個效果會圓啦。相對咁樣咧，佢會長噶啦。係喎，即係原來係連呢一下呢個長條形都係好講究啦。嚇喺呢個刀嗰度就會咁樣轉一轉啦，唔係咁均勻喎。係兩下嚇。係喎，即係你話即係手工嘢啦。係啦，即係個個都有機會唔同形狀，可唔可以試下？好啊好啊嚇！我已經洗乾淨晒手噶啦，咁樣去壓佢。係啦。好核突啊！爛晒啦！因為你唔夠快咧，變上去佢就會黐住個刀嗰度，因為速度慢，要快。所以真係要快而準先得係嘛？好啦，我會再上山學藝噶啦，學多幾年噶啦。片好嘅菠蘿皮要夾埋發酵咗6成嘅麵團一齊焗，先至可以做到爆裂嘅效果。因為要利用麵團膨脹嘅力度，掙開啲菠蘿皮，形成裂紋。如果麵團已經完全發酵，膨脹力度唔夠，
菠蘿皮就會唔靚噶啦。正宗嘅菠蘿油最重要就係避免破壞外層嘅菠蘿皮，切嘅時候落都要快而準，先至唔會整碎塊皮嘅。牛油咧最好就雪到佢變成硬身，保持喺結實嘅狀態，1厘米厚就為之完美啦。冰凍嘅牛油配搭埋熱辣辣嘅菠蘿包，簡直係味蕾嘅盛宴啊！真係嗰種口感咧，令到你覺得好難抗拒佢嘅。甜甜地啦，咁我自己比較中意食偏甜嘅嘢啦，又加埋佢一陣脆皮咧，即係咬落去嗰種好鬆化嗰個感覺，再加埋我好中意食嘅牛油咧，所以我真係忍唔住。